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进入路加福音共读的第3天，今天要来读的是路加福音第2章的第1节到第21节。我们昨天有看到施洗约翰的降生，今天我们要接着来看耶稣的诞生。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这段经文。那时罗马皇帝俄古斯都颁布命令，叫全国的人民拢登记户口。这个头一遍的户口补查是古里纽做叙利亚总督的时实施的，众人拢登去家己的故乡登记户口。约瑟嘛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去犹太的伯利恒，就是大卫出世的城，因为依照大卫的家是大卫的世系。约瑟甲伊的某甲伊的未婚妻玛利亚做伙去登记。迄时，玛利亚已经怀孕，因伫遐的时，玛利亚生产的时刻就生头上囝，伊用布甲伊包，互伊困伫槽里，因为气管无所在通互因住。我们看到，在耶稣的诞生，从第2章的1到7节，时间是在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提到那时候是头一次报名上册。那考古学的发现，那路加福音的记载与史实是符合的。好，那里面讲到的该撒，该撒的意思是切断的，原本是凯撒大帝的名字，后来成为罗马皇帝的头衔。那个时期的罗马皇帝是屋大维，屋大维以帝王体制取代共和体制，来扩张罗马帝国的领土，将整个地中海世界都纳入版图，也建立起著名的罗马和平，引进罗马文学跟建筑艺术的黄金时代。罗马历史发展分为3个时期：王政时期，还有共和时期，是西元前510年到西元前27年；而耶稣的诞生是帝国时期，是西元前27年到主后西元476年。而在罗马的共和时期，国家执政的机构是公民大会，政权是操纵由公民大会选出来的2名执政官，任期都是1年。那这里讲到报名上册，奥古斯都是可尊可敬、崇高神圣，那是一个对皇帝的尊称。那人口普查呢？根据希腊还有罗马的历史家，虽然没有记载这个人口普查的命令，但是约瑟夫也记载跟《使徒行传》第5章37节同样一次的报名上册。那在古代的埃及蒲草文献看到，埃及是每14年举行一次的报名上册。那最早记录是西元的20年那一次，所以可以推测这个是《使徒行传》那一次是在西元第6年。那在14年往前推呢，埃及可能是在西元前8年来举行报名上册。那这次的报名上册呢，犹太地区因为是大希律当王的关系，延迟几年才举行，所以推断耶稣的诞生是在西元前6年的前后大概是在我们现在所用的主前前6年左右。那居里纽做叙利亚的巡抚，居里纽的意思是勇士。好，那约瑟夫史学家的记载，居里纽担任叙利亚巡抚期间，也是在西元6年。而考古学家有古代碑文考据出，此人担任叙利亚巡抚前后有2次，有2次。好，那所以从这个里面的考古来看，耶稣的出生年代大约是在西元前8年跟西元前4年好，那平均起来就是西元前6年左右。好，那这个是耶稣出生的时间。好，那地点呢是在伯利恒那伯利恒呢，好，这里也特别提到，伯利恒就是耶稣的大卫之城好，那所以是在耶路撒冷犹太的南边伯利恒城的地方。好，那这个伯利恒呢，又叫做以法他，在创世纪的35章19节，那也是大卫的出生地。在撒母耳记上的17章，那弥迦书5章第2节，也预言弥赛亚要在伯利恒诞生。
那5到7节呢，讲到玛利亚在伯利恒的马槽生下耶稣，所以在路加福音并没有记载玛利亚怀孕之后，被人怎么样指指点点，然后约瑟想要怎么样暗暗的休了自己的妻子，这个没有记载在路加福音，天使怎么样告诉约瑟不要怕，那这些的路加福音没有记载，或许他可能知道别的福音书有记载，没有再重复，也有可能。好，那所聘之妻是已经订了婚，生育已经中了，表示她已经怀孕。好，那这是她的玛利亚的头胎。好，所以玛利亚还是童女。好，所以她还没有生过孩子，而且她甚至还没有出嫁。好，所以她还是位童女。好，那也表示玛利亚后来又生了其他儿女。好，那所以也知道耶稣是他家中的大哥。好，那所以我们知道从其他福音书知道耶稣至少有4个弟弟，还有姐妹，所以这个应该是妹妹，所以耶稣家里的弟兄姐妹，加一加应该有7个人以上，就是从约瑟玛利亚的家庭当中。好，那耶稣诞生的时候是用布包起来好，那布包起来呢，就是把出生婴孩包住，像绷带一样是在保护婴孩的手能够伸直，不会伸出来之后变形或是折断了。好，那婴孩包着这样的也表示是刚生下。好，那马槽也是马厩，那原文里面没有马，好，那就是在一个槽内或是在一个供牲口取食的浅槽。甚至有古代的教父认为那是在一个山洞跟客栈相连的一个地方好，那这客栈就是旅馆。那这是关于路加福音记载的时间地点。那就是在伯利恒城。好，那玛利亚的产期到了，所以耶稣就这样生出来了，就生下了耶稣。好，那我们接着再继续看第8节。迄地区有一寡各样的人伫野外米时轮流伫过因的羊群，主的一个天使对因出现，主的恩跟四面甲因照，因就非常惊吓。天使甲因讲，毋免惊，我甲恁报一个要互万民大欢喜的好消息。今仔日伫大必城有一位救主为着恁出世，就是主基督。恁会看到一个婴仔用布包地倒伫槽里，这互恁做记号。忽然有一大阵天军甲迄个天使做伙上赞上帝讲：愿因跟归伫至悬的上帝，愿伊赐和平，互地上伊所喜爱的人。这个天使离开因上天的时，各样的拢讲：咱来去伯利恒，看主报咱知即个所发生的代志。因就赶紧去，找着玛利亚甲约瑟，以及倒伫槽里的婴仔。因看了，就将天使对因讲即个婴仔的代志报人知。听到各样的所讲遮的话的人，拢感觉真奇怪。不过玛利亚将遮的代志拢囥伫心内，不时地想。各样的转去，因为听见、所看到一切的代志，拢甲天使对因讲的完全同款，就将因跟称赞归乎上帝。婴仔出世第8日，甲伊割礼一入到，伊就甲伊号名叫做耶稣。这个名是玛利亚还未怀孕的时，天使甲伊号的。好，那从这边可以看到耶稣出生之后，那这也是路加福音唯一的记载和报道，也是路加医生他所去收集来的第一手的资料，或是考证的资料。有天使在夜间报信息给在伯利恒地区的牧羊人好，那些牧羊人因为地位低贱，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履行凡夫的宗教仪式。那所以在当时圣殿献祭是饲养的牲畜，也是在伯利恒附近的野地好，所以这些牧羊人可能就是在照顾这些羊，是准备要来献祭到圣殿去的。那按照这里的描述呢，耶稣应该不是在圣诞节10月25号在冬天诞生否则牧羊人还能够在冬天的旷野牧羊，好，那羊可能都被冻死了，所以可能不是在冬天。那他们呢看守夜间，夜间轮班来看守，
到主的使者在他面前，有上帝的荣光、荣冠、荣耀灿烂，四面照着他们，他们就非常的惧怕。好，那10到12节讲到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好，关乎万民是说将是给所有的人民，因为在大卫的城里生了一位救主，就是基督。大卫城就是指伯利恒，那生的救主就是已经生的。好，所以是耶稣降生之后，天使才来告诉牧羊人。那牧羊人呢，他们然后他们要去寻找，就是用布包着那一位卧在马槽里，就那一位就是了。这个记号，记号的意思就是神迹，好，或是这是一个征兆，或是一个指标。好，那路加并没有在前面其他的神迹奇事用记号这个字，反而是指在马槽这样卑微的环境。好，那所以这个记号呢，也常常被用来当做神迹，所以来这个用记号这个字呢，是来描述基督诞生的景象。那在牧羊人前往的听到这个大喜的信息的时候呢，那有天君天使的赞美那他们所报的信息就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好，那有没有之前去见撒迦利亚这个天使加百列？好，那有人认为这里面的天使长是加百列，是这个报喜信的信息的天使。好，那他们听了天使的这样子的颂赞赞美呢，好，那他们15、16节就去伯利恒城，看所成就的事情。好，那而且呢，这个消息被传开，好，那他们代表说，好，他们去果然找着了玛利亚和约瑟，还有在马槽里面，那就把这样的天使传论这孩子的话给传开了。那马太福音记载了耶稣诞生的时候，有东方来的博士来送礼物，但路加福音记载是有天使向牧羊人来报佳音。那牧羊人去见耶稣之后，他们也去跟人报佳音，听见牧羊人所听的这些大好信息，都诧异他们所说的话。那这里又出现了玛利亚，把这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或反复思考。好，那这也跟第一章玛利亚听到天使对她说话一样。所以玛利亚，她是一个亚伦的后代，她对于天使所传达上帝的信息，她都会常常放在心里面，反复思想，然后能够左思右想。那牧羊人回去，看见回去了，也因听见所看见一切，就归荣耀与神，赞美神。那到第8天，耶稣来行割礼了。好，所以今天我们这段经文里面看到耶稣降生的时间是在奥古斯都颁布命令要清查人口的时候，好，那推算大约是在主前的6年左右。那还有就是地点是在伯利恒城那玛利亚的身孕已经到了那时候施洗约翰也已经出生了6个月了那他们出生完之后，天使就来传大好的信息给在旷野夜间露宿轮流看守羊群的牧羊人。那主的荣光也像这群牧羊人，虽然是卑贱，但是他们照顾主的羊，所以主也把大好信息托给他们，他们就去找到了马槽里面的耶稣。那同时呢，又去告诉人，他们所听见、所看见那个已经发生的事情。那玛利亚也把这样的信息，这样的过程，牢牢的记在心里，反复思想。那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耶稣在跟施洗约翰都是按着亚伯拉罕的当时候的传统，在出生的第8天就来受割礼，成为所谓的这个立约的子民这个割礼是为了立约，是一个与神立约的记号。那而且呢，给他取名叫做耶稣。耶稣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旧约的耶稣呀，就是耶和华拯救。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再次透过路加医生的记载来看到耶稣的降生，有天使报大好的信息，有牧羊人来看守主的羊群，是要来献祭也有在马槽当中不是在客房，但是玛利亚和约瑟他们
能够遵照神的旨意来迎接这个基督的降生和诞生主让我们再一次在这样的场景当中也让我们知道上帝你是至高上帝你在啊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要在地上将平安赐给神你所喜悦的人。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愿一切的平安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大家，大家平安。